想要做試管，一剔過9條建議送俾你，幫你提高做試管嘅成功率。記得點讚加收藏喎。第一，胚胎移植之後平躺10分鐘左右，休息一下就可以返屋企啦。第二，其實我哋係唔需要24小時嚴格臥床，可以適當活動，但係唔好劇烈運動。第三，注意營養，補充優質蛋白質同埋瓜果蔬菜，飲食要均勻。第四，唔好食辛辣寒涼刺激性嘅食物。第五，作息要規律，唔好熬夜，熬夜會對胚胎着床係有一定影響㗎。第六，唔好同房，沖涼盡量要用花灑去淋浴，唔好浸浴，水溫都唔好過高，盡量保持喺40度以下。第七，遠離煙酒，就算老公抽煙，你做二手煙民都唔得㗎。第八，移植之後幾日可能會有少量嘅陰道出血，但係都唔好太過着急同埋焦慮。胚胎着床會侵蝕內膜血管，產生少量嘅出血，呢啲都係正常㗎。第九，要相信醫生，千祈唔好喺瞓唔着嘅時候就刷手機，同埋同姊妹們交流做試管嘅用藥方案，咁樣特別容易對號入座，產生焦慮嘅情緒，會影響胚胎着床，降低成功率㗎喎。